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号，今天是6·1儿童节啊。今天这个节目咱们聊一聊中学生便秘。巧了，正好是6·1儿童节。这两天中学生便秘又上了头条，上了热搜。5月22号，南方周末刊登一篇文章，叫《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那这两天很多媒体跟进报道和探讨。他这个文章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一些中学生正在受到便秘的困扰。南方周末报道的访问的是一名高2的学生，叫乔曼。这位乔曼说，他便秘症状持续1年，1周才排便一次，时常感觉肚子像即将爆破的气球一般胀得难受，气体在身体里流动，并伴随着阵阵腹痛。医生说，这和学习压力大、睡眠不足等原因有关，建议他增加运动时间。但乔曼没有时间，他所在的中学把学生时间精准切割，即便课时10分钟，也被设定为8分钟休息，2分钟提前回到教室做准备，安静下来。住校生的作息安排更加严苛，晚上10点熄灯以后必须躺在床上。一名学生说，因为被禁止随意下床走动，所以就憋着便意，直到睡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庄宇等医生在2019年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4969名中学生中，功能性便秘患病率为13.95%，意味着每100人就有14人患有功能性便秘。什么叫功能性便秘？就是指肠道本身没有发生堵塞、变形、套跌或病变的情况下，因为饮食不规律、久坐、压力大等生活习惯等原因导致的排便困难，也就是它不是器质性的。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调查还发现，临近高考的学生患病率更高，示范性高中组患病率高于普通高中组，意味着功能性便秘的发生与学业负担呈正相关。报道指出，虽然在整体人群中，中学生并非功能性便秘的最高发的群体，但程度很严重，还有的医院的医生接诊过1个月不排便的案例。那么南方周末这篇报道发出以后，引发大量的共鸣，很多媒体进行评论，还有跟进报道。那互联网上的网友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多评论。网民表示，终于有人报道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隐秘角落。一些网民在文章下面的评论区现身说法，称在高中严苛的时间管理下，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憋出了便秘。还有网友评论说，中学时对考大学最大的动力就是获得如厕自由。另一条则说，在学校根本没有自己安排的时间，每周末回家才能排便一次，有几次实在憋不住了，就定了闹钟，在凌晨宿管巡逻结束后偷偷跑到卫生间。这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和一些网友的评论。那个报道的文章很长，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我在这里想谈的是没有时间上厕所的高中生，这个话题实际上是非常能引起共鸣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上过高中，我们有很多人有孩子的，恐怕现在也正在上高中，所以对中国的高中多多少少有很大的一些发言权和亲身经历，或者有的人现在正在经历，也有可能是本人正在经历，也有可能是孩子正在经历。我回想起我的高中这个生涯，那再看看南方周末的报道，我就觉得现在高中生太苦了。难道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吗？为什么现在的高中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们要知道，应该在4年前咱们推出了双减教育，要双减，那为什么4年以后高中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南方周末他是怎么报道的。他的案例中，那个乔曼是山东省一个县城学校，早上5点50分起床，6点30分前进入班级早读，中午12时下课回家，下午1时就是1点50分上课，6点15分下课，期间有30分钟的时间在食堂吃晚饭，晚自习从6点45分持续到9点50分。我回忆了一下，他这个作息时间和我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好像差不多。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周日，1周上7天，我们1年放的假只有一个春节放7天，这个暑假大概1个月，没有其他任何假。日常的作息好像跟现在山东省乔曼
所上的学校是差不多的。这乔曼说，他说早读和晚自习时间，学校禁止学生上厕所，课间10分钟的时间段内，大量的学生在厕所门口排队，但受限于有限的坑位，上课铃响，学生们也只能憋回去，回到教室。这样紧张的作息时间，在中国的高中并不少见，许多学校连课间10分钟都被老师拖堂占用，上厕所还需要批准。南方都市报2023年9月报道，广东阳江一学校高中生上厕所需携带洗手间通行证，引发热议后，学校工作人员才向媒体表示，已下发群消息通知终止这种做法。统计数据显示，中学生每周学习时长已经超过全职上班族的工作时长。中国统计局去年1月公布的数据，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9小时，而北京大学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高中生每周学习时间为59.7小时，比上班族多出近11个小时，中学生为55.2小时，小学生则为46小时，也就是学生学习时间远远超过职工的上班时间。以军事化管理和升学率出名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市衡水中学作息表则显示，学生一天要在教室里学习近16个小时，更卷的学生晚上回到宿舍后还要学习，睡眠时间大多只有6个小时左右，吃饭的时间也被压缩。医生认为，缺少睡眠、缺乏运动和便秘息息相关，但更深层的根源则是心理压力。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刘伟栋说，他也碰到过学生会焦虑到便秘。他解释，血清素是重要的情绪调节剂，人体内90%的血清素依赖肠道菌虫产生，压力太大，有益处的肠道菌群会减少，影响情绪和导致便秘。中国中学生心理问题在这些年更多的暴露出来，便秘只反映了压力和焦灼的冰山一角。不光是便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2021年发布的国民健康心理调查显示，中学生抑郁症检出率为25%，也就是1/4的孩子有抑郁症状。这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对这些中学生、高中生出现的一些怪异的现象、一些反常现象，首先应该想到的恐怕是抑郁症。但是往往是中国的家长就会忽略这些，但看到孩子反常他总觉得这个孩子矫情。你想想，中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是1/4，这4个孩子里面有1个有抑郁症症状，这什么概念？原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徐凯文在2023年一次公开活动上说，目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恐怕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北京知名的精神科医院北大六院，这个六院大家都知道吧？这北京人应该比较熟。主任医师姚贵忠曾对8点见闻说就对一个媒体说将孩子的抑郁症简单归咎于家长是不准确的，家长也是被时代所裹挟的个体，是社会大趋势的被动依从者。他说，设身处地的想想，孩子现在这生活要让我们过一下试试会怎么样。他说，从7点钟起床，一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干一件事，每天晚上都让你加班，周末你还得加班。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全部生活在这种状态里，出现抑郁几乎是自然的。简单点说，就是学习压力越大，心理压力越大，家长给予的期望越高，压力越大，抑郁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那些摆烂的学生恐怕还好一点，反正他躺平了。恰恰是那些不愿意摆烂，想努力发愤图强，但是资质又不行，怎么努力成绩也提高不了，这个压力就更大。最后按俗话说，孩子就被逼疯了。那么谁来为此负责呢？南方周末报道发出以后，很多媒体都纷纷的跟进报道，还有评论。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他就说，如厕自由上热搜是教育的耻辱，连如厕权都要捍卫的学生时代，无疑是令人窒息的。很难想象从中能成长出一个有松弛感的人。松弛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它让个体更具抗压力，让社会整体氛围更平和。这是经济观察报的这个评论，它的文章特别长。如厕自由上热搜是教育的耻辱，我觉得
它也是时代的悲哀。发展，我们社会发展绝不是为了让孩子承担这么大压力，连上个厕所都这么紧张，都成了问题。红星新闻评论他说，为了追求成绩，一些学校无原则、无休止的压榨学生的时间，以至于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置之不理，连如厕都不自由。这样管理未免太不近人情。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双减政策实施了4年，怎么孩子还便秘上了？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等等。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万红指出，无论是县城的中学还是重点中学，都要疯狂追求成绩。学校间的竞争激烈，尤其是县中缺乏外在资源，师资力量和优质生源有限，只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形成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如厕自由权利自然受到了忽视。便秘是教育极致内卷下的其中的一个结果，也反映了中学生巨大压力和焦虑。中学生的便秘之痛是落在学生和他们家庭身上，但背后更多的问题，包括身心健康、社会心理失衡，将透支一代人未来与社会整体的活力。对这一块我还比较有发言权，我还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如厕自由，我上高中的时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如果让我回忆一下我上高中的美好时光那么上厕所一定可以排在前几名，甚至排在前2名。我记得当时因为那个时候的学校厕所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恐怕现在的孩子也难以想象，我就不描述了。总之你要现在的高中那个厕所跟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厕所那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不在学校上厕所，尤其是大便，因为我们高中在县城，县城里面有很多单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每个单位门口都有保安传达室，那个时候县城的单位你是随便进，比如说粮食局，你比如说什么物资局、商业局，还有什么供电局。我们那个时候就发现县城里面这个供电局还有商业局，他们那个厕所修得好，当然修得好也比不上现在的学校的厕所，只不过是他那个厕所贴了瓷砖，每个坑位它是冲水式的，每隔个几分钟哗啦一下水就冲下来。那个厕所是一条沟，大概一般的5-6个灯位，中间7个小墙隔开了，下面是一条沟，卫生状况比我们学校的那厕所就好得太多。所以我们每天中午吃完饭就4-5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去什么商业局或者是粮食局上厕所。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就去买一份报纸，或者是在哪儿找一份报纸，那个报纸一个人一张，有的时候那报纸不是不够分吗？就从中间撕开，大家在灯位里一个人一个，在那边看报纸边上厕所，看手上的看完了还交换一下，就用报纸擦屁股。但是我想到现在的孩子卫生条件那跟我们那个时候没得比，那简直是吧好的太多但却没有了上厕所的时间，没有了上厕所的自由。硬件条件是大幅度的提高，但没有了上厕所的时间。有人把这个怪学校，有人把这个怪家长，我在想都有原因，但是你归根结底还是卷，对吧？这个卷的根本原因在哪儿？说来说去是因为就业难，它传导一层一层的传导，最终连中学生都要遭殃。中学生遭殃，实际上小学生也得遭殃。小学生遭殃，那最往前倒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也遭殃。实际上从幼儿园开始卷起，现在从幼儿园卷都已经晚了，从娘胎里开始卷，怀孕就开始卷了。你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往前传导？说来说去就业难，好的工作好的职位非常有限，而且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孩子是越来越多，是不是竞争压力就越来越大？那我们天然就认为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你是学习成绩越好，你学历越高，那么你就有可能得到这个位置，你以后就业就会比别人好，所以你就得拼命学习。你光考个大学还不行，你得考个好大学，你得考985。你看现在很多大厂招人，他要求以前本科就行，现在人家要硕士，甚至有的还要博士。要博士他还要看你第一学历你本科是不是985，完了看你研究生是不是也是985，都开始拼这个。那这个是现象怎么导致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岗位是越来越少，但是岗位少，所以说这些孩子家长就玩命的拼。你看这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能不努力吗？学校他也要抓教育，抓什么升学率，老师他也想多发工资，
也有荣誉感，都想把自己的学校搞成重点高中，搞成什么全国首屈一指的。如果一个高中松松垮垮，他根本就不管，或者管得特别松散，那家长他也不愿意把孩子往那儿送。不要说这个家长不送了，那连那个地方房子都卖不掉，要不然房子怎么来的？学区房就是因为有个好学校，好学校怎么来的？好学校肯定管理比较严，当然了，有的学校管理不严，它也挺好的，那人家教育方式好，但是这种现象比较少。学校卷到极致就是衡水中学、六安的毛坦厂中学，卷到吃饭都得按几分钟来算，连从教室到宿舍都要算时间，没有1分1秒是浪费的。刚才文章也介绍了，这种对身体的这种压榨实际上还好，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压力、焦虑。这些初中生、高中生，他们身体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旺盛的生命力、年轻的身体，我觉得这个都问题不是太大，关键是精神方面的压力。他们过早的面对这个社会的困难，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必须要考个好大学，你光考个大学都没用，因为大学毕业就失业，那么好的大学有可能还能就业。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那些大厂招人都招什么样的人，家长也焦虑，所以说卷到极致。我们再看看这个社会的乱象，对那些有点权势的、有点门路的，你看看那个协和医学院的董小姐4+4，人家很容易就弯道超车。四川雅安的黄洋这2天是不是又火出一个哈佛一个中国的女学生叫蒋汝蓉，她好像是在哈佛毕业典礼上一个演讲出名了，但是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看了热搜，这个好像很多媒体还采访她，一下就国内就火了。她一火不要紧，很多人开始刨坟，就扒她的这个爆她的料，扒她的底细，最后一扒发现原来人家背后那又是一个贵族，传言他的父亲是什么中国绿发会什么专项基金执行主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你听着名字就很高大上，专项基金执行主任，让网友又看到了里面的这种又是一个类似于董小姐的4+4。他这个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去探讨了啊，我只是说网友比较关心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新闻，也是传言说北京第80中学的学生17岁的李浩荣，这个你看又是中学生，他倒不便秘，人家身体好到什么程度呢？17岁成为中国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青少年。当然这也是媒体渲染，因为中国首位，还有的报道说他是全球中学生里面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啊，而且是从北坡登的，好像北坡比南坡要难一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开始传言说李浩荣登顶珠峰后获得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作为北京考生不仅获得高考加分，甚至可以保送清华北大。你看看，但是好像清华大学出来辟谣了，他说没有这类招生计划，北大还没有辟谣。你看，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很多人他不择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卷。那你想想，作为千万万个更多的这种寒门学子作为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职工，他们的孩子，作为那些小镇做题家，那你说他们怎么办？那除了卷到极致，除了往死里卷，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你又没有什么弯道超车的机会，你又没人安排你4+4，你也没有人安排你进公务员体系，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你除了卷别无选择。这个时候学校卷，那是为你负责，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根本还是在就业。最近我们在讲《红楼梦》，当你供需失衡的时候，它就得卷，你的就业岗位少，你的就业的人多，那就得卷，那就得末位淘汰。每个大厂都在搞末位淘汰，搞优化。《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就是末位淘汰受害者。这个女娲补天作为神仙，她是不会犯错误的，她补天需要36500块石头，炼这么多石头够了，她偏偏多炼一块，那不就是末位淘汰吗？因为她只需要36500块，结果她炼了36501块，你这不就摆明了要搞末位淘汰吗？对吧？大家都一样，结果你只有36500个岗位，你搞了36501个人，总之要刷掉一个，所以贾宝玉这块石头就被刷掉了。这块石头被刷掉以后，他就是整夜哀嚎，就在那自叹自怜，说呀，我是个废材，无力补天，无才补天，惭愧。你说神仙都玩这一套，对吧？女娲都没算好，
是故意的吧？所以我们的高中生，我们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成为最后一块无才补天嘛，没有就业机会，没有岗位，那只能卷。过去20年前你考个本科就行了，为什么？你考上本科你就能找到工作，先不论好坏，基本上能找到工作。现在你光考个本科不行，刚才说了，你考研究生也还得看看你第一学历，你的研究生是在哪个学校上的，双一流才行，就开始拼这个。所以我认为说来说去都是就业导致的。如果我们再去追究为什么好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这中间也有很多原因。我在想，咱们所有的这个卷的孩子还有家长，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个好的理想的就业，那肯定不是去富士康拧螺丝，肯定不是去广东那边蹬缝纫机进纺织厂，都是希望有个体面的工作，有一个有保障的工作，有一个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提升自己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能符合他的职业规划，有职业发展前景的。但是这些工作肉眼可见的在减少，这岗位，那么减少原因也有几个，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首先就是外资大量撤离，虽然高质量的外资多了，但它招人少，岗位少啊。外资提供的工作岗位基本上符合这些寒门学子或者小镇做题家他们的对工作的这种预期，因为他们有保障，在外企上班相对来说也比较体面，你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说俗一点就把你当人看。第二个，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很多行业在萎缩，以前提供高薪的岗位现在都在少。你比如说房地产，反正开发商那里面很多岗位那还不错的，弄得好年薪几十万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啊。但是现在这部分岗位是没有了，开发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所谓的移动互联网这大厂都在裁员，都在优化，都在搞这种末位淘汰，都在削女娲，这个就导致好的就业岗位在减少。那第三一块就是阶层固化，无论是董小姐4+4，还是刚才说的哈佛的演讲女生、绿发会专项基金办公室主任，还是这个黄洋甜甜，也就是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他们内部分配了一些好的岗位。你看董小姐4+4，人家弯道超车，完了之后毕业在哪儿上班？在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这些寒门学子追求的这些岗位被这些人给霸占了，人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关系，然后形成固化，就更不要说那些垄断行业，什么石油2代、烟草3代、银行4代，这些小镇做题家，这些寒门学子一看能看得上的工作都被人霸占了，而且人家准备一代一代传下去，给他们的岗位越来越少，除了卷他没有办法。所以说来说去，中学生的如厕自由归根结底反映的还是我们的当前就业现状，反映的还是经济问题，反映的还是体制问题。怎么解决？那还是要首先是要公平公正，第二个还是要发展经济啊，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工作岗位。那第三个恐怕就是要从家长这儿下手，家长要调整心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东亚这个民族它都是卷教育，经济好的经济差的都卷，大家自己可以看看日韩那教育也卷了。所以说从家长这儿也要下手，也把心态调整好，该拧螺丝就拧螺丝，拧螺丝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蹬缝纫机该搞纺织，不是所有人都要去金字塔塔尖，还要认清现实，还要看看自身条件。为什么非要去罗马？给孩子减轻压力，要从家长做起。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